Hello，大家，咁呢條視頻啦，就係想同大家 update 一個消息，咁就係我要去箍牙啦。咁從聽日開始，我就要做一個為期2年嘅牙套妹。咁關於我點解要喺呢個接近30歲嘅呢個時間段先至決定要去箍牙咧？咁其實原因就係有2個。咁第一個咧就係其實我牙齒下排嘅牙齒前面呢度啦，有幾粒係唔整齊嘅，即係生得有啲歪。咁呢個係因為我細個嗰時換牙啦，原本要甩嘅牙仲未甩，咁啊新牙就已經生出嚟啦，所以導致新嘅牙喺度生嗰時受到前邊嘅牙嘅一個阻力啦，就導致咗佢生得有啲歪。咁所以其實大家係可以見到我下排嘅嗰個牙齒啦，呢度係有少少歪嘅。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其實呢個都唔係一個主要嘅原因。咁主要嘅原因啦，其實就係因為近年我逐漸咁樣發現，當我喺微笑嗰時，我唔露齒笑嗰時，我發現我上邊嘅嘴唇同埋下邊嘅嘴唇，好似開始有少少包唔埋我上邊嗰2粒門牙。因為當我微笑影相之後，我就會發現我嘴巴呢度係有少少露出我2粒門牙嘅嗰個牙齒嘅。咁再加上我瞓覺嗰時，我有時候瞓着咗之後，我會變成咗用嘴巴去呼吸，所以我就感覺到我嘅牙齒，我嘅上排嘅牙齒好似有少少向外睄出嚟咁樣。但當然啦，呢個睄嘅話，其實唔係話到好睄嗰種，即係唔似得之前我記得 TVB 之前有一出戲係黃子華同埋葉童演嘅嗰個奸人堅，咁裡面葉童嗰個角色就係一個睄牙妹，但係我又未到嗰種睄嘅嗰種程度，但就係我有感覺到話，影相嗰時，微笑會嘴唇嗰度會露出2粒牙仔咁樣，其實唔係話好明顯，但係當你將個圖片放大之後，你就會發現呢兩邊就會有少少我嘅門牙露出嚟。咁再加上側面嚟睇嘅話，係有感覺到我嘅牙齒唔係話到特別靚嗰種形狀形態咯。咁最後啦，醫生就係經過一系列嘅檢查，包括去掃我牙齒嘅一個 CT 以及一個咬合嘅測試，咁就有發現話其實我大牙嘅咬合係 OK 嘅，係正常嘅。咁主要問題就係發生喺前邊嘅牙齒上下排之間嘅牙齒一個間隙，一個 gap 係有少少大。咁當然啦，CT 掃完之後嘅嗰個測試值出嚟都有講話，我上排嘅牙齒有輕微嘅向外睄，然之後下排嘅牙齒咧有輕微嘅向後縮，所以就導致咗我上排牙齒同埋下排牙齒前邊嘅呢一部分嘅嗰個間隙係比正常嘅間隙係有大少少嘅。咁最後醫生就係建議我話，如果我係對於美貌同埋有個人嘅要求嘅話，其實我係可以箍牙嘅。即係我依家牙齒嘅現狀就係處於一個可箍同埋可不箍嘅一個位置。咁所以佢就有講話就係睇你個人。咁如果你個人係追求牙齒嘅美觀嘅話，咁你就可以去箍咯。咁醫生啦都有建議我就係做翻一個上下牙齒嘅全牙口嘅一個箍牙。首先啦就係要先解決我下排牙齒前邊呢度嘅一個唔整齊現象先。咁將我下排嘅牙齒整翻整齊之後啦，就睇下我嘅牙弓會唔會變大。咁變大咗之後啦，上邊嘅牙同埋下邊嘅牙之間嘅嗰個間隙會唔會縮翻去一個正常嘅範圍裡面？咁如果係縮翻喺一個正常嘅範圍裡面咧，咁就繼續就係保持咁樣，就係戴翻2年嘅。咁如果間隙仲係好大嘅話咧，咁醫生就會幫我將上排嘅牙齒向後，即係向裡面拉。咁向裡面拉嘅話咧，就需要掹牙齒。咁到時候我就要掹
左右兩邊上排各一個大牙，俾其他嘅牙齒騰位置。咁我哋選擇嘅就係做翻傳統式嘅嗰種。咁傳統式嘅嗰種嘅話，total 我就係要戴2年。咁呢2年裡面嘅所有費用 total 就係5萬蚊台幣。咁個快30歲嘅人，然之後仲要喺度折騰各種折騰自己嘅身體又好，牙齒又好，真係覺得好佩服自己，好有勇氣。而且重要嘅係，我爹哋媽咪仲唔知道我要去箍牙。咁跟住今個月月底我就要翻去，可以想像到時候佢哋兩個見到我變成一個牙套妹嘅時候，佢哋兩個嘅第一個反應就係：你發咩癲啊？你牙齒好地地嘅，你去箍咩牙？你又唔係哨牙？一定會咁樣嘅咯。Hello 大家，咁今日啦就係我上排牙齒都箍埋牙之後嘅第4日啦。咁我依家啦就係一個真真正正完完整整嘅牙套妹啦。咁呢4日裡面啦，講實話，我嘅牙齒真係經歷咗史上最痛苦嘅呢4日。首先下排牙齒啦，我前幾個禮拜就已經箍好咗啦嘛，咁所以今次佢幫我再拉多一次嘅時候，我就感覺到下排牙齒冇當時第一次拉嗰條線嗰時咁痛咁敏感。咁相對於下排牙齒啦，上排牙齒係第一次上嗰個線啊嘛，咁所以今次嘅上排牙齒就真係好痛苦啦，我感覺比下排牙齒仲要痛苦。當日晚上咧，其實係仲 OK 嘅，係冇咩痛感，亦都冇乜嘢嗰種牙齒嘅酸脹感。第2日開始啦，我就有感覺到我上排牙齒，我係連門牙都咬唔到嘢。咁我第2日嘅早餐啦，就有買1個三文治同埋1個茶葉蛋。咁我喺度咬緊三文治嗰時，我就咬第一啖，我就已經覺得天啊！我個門牙好似俾人中咗一拳咁樣，超痛超痛，你幾乎就係咬唔到嘢。我就勉強咬咗2啖，咬到第2啖之後，我發現真係唔得，真係好痛好痛。咁所以我食到第2啖之後，我真係天啊！算啦，放棄啦，我唔食三文治啦，我就開始剝我嗰粒茶葉蛋。中午嗰時我就嗌咗個腸粉，因為我有發現，我上班地方嗰度，我叫外賣啦，係有一間寫住廣東腸粉賣嘅。咁啱好當時我下排牙齒箍完牙之後，我就有買嗰間店嘅腸粉嚟食。咁發現都係都幾正宗下，而且真係好遠，大家都知道腸粉有幾遠㗎啦。咁所以我就買咗嗰個腸粉嚟食。咁跟住琴日同埋今日啦，我中午就開始食一啲烏冬麵或者係米粉，唔需要點樣咬嘅嘢，咁就勉強可以食到呢啲。咁跟住啦，醫生喺度幫我裝嗰個拖巢同埋拉線嗰時，真係太攰啦！佢簡直就係將我嘅嘴咁樣扯開，特別係裝大牙嘅嗰啲拖巢嗰時，佢就係佢嘅嗰個叫咩嘢？反正就係一個好似啲羹咁樣，唔知係下邊佢有塊鏡嘅嗰嚿嘢，我唔知道佢嘅專有名詞叫咩啦。反正就係嗰嚿嘢咁樣頂住你嘅牙肉嗰時，好痛啊！我感覺我當時我就覺得我個嘴係可能係我呢一世裡面試過俾人扯得最猛、最強烈、最盡嘅一次，真係好痛好痛！我感覺扯到我個嘴快要爛啦。咁接下來咧，就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作為一個牙套新人，幫自己準備嘅一啲牙套嘅架撐有啲咩嘢。咁首先第一個啦，就係呢一支牙尖刷。呢一支牙尖刷，佢就係呢種幼幼地嘅刷毛，就有啲似牙刷咁樣，佢就係好幼嘅。咁呢一個就相當於係我哋嘅
我哋嘅牙線。咁我依家用佢就主要就係當我食完嘢之後，我就會用呢個牙尖刷咁樣上下咁樣喐，咁啊就可以將我哋牙罅裡面嘅一啲食物殘渣同埋你嗰個牙套嘅刷唔到嘅地方，你都可以將佢刷乾淨，咁啊順便再將你啲食物殘渣都撩埋出嚟。咁呢個係食完飯之後作為牙齒清潔嘅第一步。咁第二步啦，當然就係我哋嘅牙刷啦。我其實都有知道有一種牙刷係嗰種 W 型嘅牙刷，咁嗰種牙刷就係專門 for 一啲戴牙套嘅人去刷嘅。咁我都係感覺電動牙刷都係刷得更加乾淨啲，算係心理上邊一個安慰，或者係心理上邊嘅一個暗示嘛。畢竟佢係靠震動震出嚟一啲污糟嘢啊嘛。咁刷完牙之後啦，就一定係啷口啦。咁啷口嘅話，就一定會用到漱口水。咁漱口水咧就可以幫我哋嘅口腔保持一個健康同埋親身嘅一個環境，就唔好等我哋嘅牙齒有蛀牙嘅情況出現。因為箍牙嘅期間啦，如果你有蛀牙嘅話，其實係幾麻煩嘅一件事情嘅。咁我目前咧就有試過2種漱口水。咁第一種漱口水啦，就係呢一個李斯德林嘅漱口水。咁但係呢一個牌子嘅漱口水咧，其實佢有好多種口味，佢有咩薄荷口味啊，有咩檸檬啊、綠茶啊、西瓜啊、百香果啊，噼里啪啦好多好多口味。但係我第一次買嗰時就買咗呢一個薄荷口味，點知呢個薄荷口味真係哇，太過薄荷啦，薄荷到我感覺我快要俾嗰陣味快要揦到我個嘴快要爛啦。對於呢個嘅話，如果大家係可以頂得順嗰種揦嘅感覺嘅話，咁大家可以放心沖。咁如果大家係頂唔順嗰種揦嘅感覺，強烈推薦呢一支係我之前有喺小紅書上邊刷到一個博主，佢就有講話呢一款嘅話咧，係唔會有嗰種乸嘅感覺，唔會刺激到你口腔感覺，頂唔順啦！天啊，好乸啊嗰種感覺。佢呢個漱口水裡面嘅味道啦，就係帶住一啲多鹽嘅味道，再加上一啲薄荷嘅味道，就係嗰種鹹鹹地嘅薄荷味，佢真係唔會乸咯。咁講完呢一個牙套人士必備嘅加餐之後啦，我就有一個問題想問在座嘅女仔們，箍過牙或者係話正在箍牙嘅女仔們，你哋出門玩嗰時，如果有化妝嘅話，你哋係點樣刷牙嘅？因為對於我嚟講，我係覺得化咗妝之後，你叫我食完飯再攞個牙刷出嚟刷牙嘅話，真係有少少麻煩。因為我刷牙咧係會刷下啲牙膏泡泡咁樣走出嚟嘅，所以我好想知道在座各位女仔們，如果你哋出門嗰時係有化妝，咁跟住你又戴緊牙套，你哋係點樣刷牙嘅時候又控制嗰個牙膏嘅泡泡唔好流出嚟？真係好想知道，麻煩大家就喺下低留言教一教我你哋嘅解決方法。咁好啦，咁以上呢條影片關於我成為牙套妹嘅更新就到呢度就要結束啦。如果大家鍾意嘅話，記得要訂閱我嘅頻道以及點讚留言。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